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晚係楊國仲同大家講天氣。我哋今日嘅天氣情況咧，仍然都唔係咁穩定啊。喺個氣流嘅分析圖嗰度見得到啊，今朝嘅時候咧，喺香港附近咧，珠江口一帶啊，有啲匯聚區嘅出現。咁今朝8點零、9點零鐘嘅時候啊，有個明顯嘅雨區咧，就影響新界嘅東部、西貢嘅一帶。咁今日咧，整體嚟講，香港都係受到啲驟雨嘅影響。不過，如果喺個雨量嘅分佈圖嗰度見得到啊，今日香港境內嘅雨量分佈咧，係相當之唔平均㗎。咁係由午夜到晏晝4點鐘為止咧，好似係新界嘅東部、西貢嘅一帶咧，錄得超過100毫米嘅雨量。咁新界東部有啲地區咧，更加錄得超過200毫米嘅雨量添。咁如果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見得到，唔淨止係香港啊，基本上咧，廣東嘅西部啦，同埋珠江口一帶都有好多雷雨區嘅發展㗎喎。不過嚟緊嘅1、2日，相信天氣會好翻一啲啦。咁嚟緊嘅1、2日啊，喺我哋附近嘅驟雨會減少啦，雲量咧亦都會係薄一啲啦。咁相信會見翻啲陽光嘅。咁同時間啊，去到週末啦，同埋係下個星期初期嘅時候，有啲緊密嘅氣壓等壓線就會由中國內陸啦向南擴展到華南沿岸嘅地區。咁代表住啊，會有股東北季候風就影響我哋喎。咁呢股東北季候風咧就會將內地咧一啲比較涼嘅氣團就帶到落嚟華南沿岸嘅地區，屆時天氣會涼翻一啲，大家可能要準備定一啲長袖衫啦。詳細嘅天氣預測就會係咁嘅，我哋預計今晚同埋聽日會多雲，有幾陣嘅驟雨。今晚同埋聽朝咧有機會有幾陣狂風雷暴添㗎。不過聽日日間咧，相信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氣温方面將會介乎25至到29度。而風勢方面咧，就會吹呢個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咁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仍然都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去到週末，去到下個星期初，當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天氣會比較涼一啲。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朝頭早嘅最低氣温咧，大約係22度左右嘅啫。好啦，呢一節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